一閃即逝，好似4分52、3左右啦。即係有機會 PB 咗啦，已經。係啦，咁都係按翻戰術跑啦。第10線到伊朗艾哈迪嘅比賽啊。咁其實呢個拱門呢，即係每位選手可能出嚟嘅時候都會即係做一做自己嘅。同埋第11線到新加坡蔡恩文，咁啊亦都見到依家嘅選手呢係喺個拱門度出返嚟啦，咁啊準備佢陣間嘅比賽啊。比較冇傷害啊，49度同今日好誇張，算輕鬆啦。咁算南韓啊，另外呢，喺比賽裏邊呢，新加坡嘅選手呢亦都有2位嘅，咁睇下呢就邊個帶快先啦。做個配合咯，可能係。冇錯啦。咁吳月希呢，就我谷埋一齊啦，爭名次嘅時候呢，就會係咁啦，仲撳標添。呢個新加坡選手我哋就唔好學啦，因為通常呢，就撳標有機會嘥咗個時間，因為擺手嘅時間，佢每200撳一下咁好嘥時間嘅。個個都唔發力啊！可能呢啲比賽通常可能都係留到最後，即係搏個名次啊，即係知道唔係搏時間。冇錯，正話講個熱門嗰個分次啊，自己大快啊，14秒喎。所以咧太慢之下咧，就新加坡嘅運動員咧就走咗上去先，唔同佢等啦。跑自己 pacing 啊，即刻。吳月希反而咧咁樣嘅速度咧就可能啱佢跑喎，即係唔係話前面好似正話個男子嘅3000米咧就前面開得好快之下咧就跟嗰個散嗰個，呢場咧就大家拖慢，有啲碰撞添啊。咁跑1500米都係啦，如果你走得太埋邊呢，俾人搏住呢就好難突圍嘅。因為如果前面個步速太慢呢，有機會突然間有人踩油，即係我哋叫做走鬼，走咗出嚟先呢，你仲喺後邊俾人搏住呢，就冇辦法拱到出嚟嘅。咁啊，又跑下放出嚟之後又拖翻慢啦，又輪到第二個放喎。咁因為都開得保守，咁所以人有啲都忍唔住腳就即係跑快少少啦。係啊。咁啊，南韓嘅選手嘅理快，佢都係跟佢個策略就係跟，可能佢都係有啲速度嘅運動員呢先採取呢個戰術嘅，否則呢就好似3000咁呢，就日本選手就知道嗰個卡塔爾快呢，一定要全程都咁快，即係希望帶甩咗佢，咁有個優勢。咁帶唔甩呢，就冇辦法啦，真係俾啲速度高嘅選手呢，就會後面冚上嚟。都係2分30度啫，即係平均都係1分15，冇快過。如果呢個速度跑翻嚟都係4分40零嘅啫。當然相信美圈呢就會好快㗎啦。咁啊，吳月希呢就按翻戰術啦，跟翻個人堆嘅中後嘅位置，希望後邊可以追到上去，因為前面就開始加快咗少少速度㗎啦。如果以而家個 pacing 4分40幾，應該好多選手都跑得到喎。咁就係尾嗰個圈會唔會突然間有人爆出嚟呢？都睇睇啦。咁南韓嘅宋多恩呢，就你快佢又係咁跟，你慢都係呢個位冇變過。好啦，比開圈快咗啲咁。係啊，睇個 form 呢，即係宋多恩呢，就好似好輕鬆啊，個身形亦都好好嘅，喺中長跑嚟講。咁啊，仲有一圈啦，3分25，睇睇尾圈跑幾多啦。如果尾圈跑到1分10秒內呢，都係4分35秒內啦，應該就可以做到嘅尾圈。睇睇係咪再加速啦？反而呢，頭先斯里蘭卡嘅運動員帶咗一陣之後呢，就而家呢，就係都係跟住先，睇下後面係咪追翻上去啦。咁暫時呢，去到300米呢，仲南韓嘅宋多恩呢，仲係跟住喎，仲未抽頭喎。呢度想抽出去啊，外邊啦，抽咗外線。但係喺彎度個人呢，有啲蝕底嘅，因為個距離長啲要抽出去外。係有機會去到最後100米斯里蘭卡嘅就亦都報住佢啊。咁帶頭嘅伊朗啊，應該伊朗嘅選手，佢最好成績係4分45咧，計數咧就冇理由會贏到佢哋喎。但係係咪真係俾爆冷贏咗出嚟呢？睇埋100米啦，衝埋上去。哇，好爽喎！斯里蘭卡嗰個過啦，肯定過啦，應該好爽喎呢步。反而咧就失望就宋多恩啊，點解跟得咁好咧？有啲辛苦啊。係啊，散咗。伊朗選手一個黑爆大冷啊！對佢嚟講係爆大冷，4分31秒40。點解咁講係爆冷呢？咁啊，大 PB 就係4分33秒35啊 ，P 咗今年嘅佢最好都係4分45啫，今年跑5分2嘅，第3名呢就係宋多恩4分35秒42啊，韓國選手係啦。
咁我睇下吳月希咧可唔可以做到 PB 啦？佢走個4分55.40嘅。鏡頭都影住斯里蘭卡選手啊，攞咗佢哋嘅國旗出嚟繞場影相啊，都恭喜佢成功可以攞到女子1500米亞洲青少年 U20錦標賽嘅冠軍啊！臨尾嗰段都好爽啊，見佢啲步。真係好啊，睇住食㗎啦，睇住食啊我未過我知係肯定過㗎啦。見到佢依家仲有咁多餘力可以仲喺係好度似都仲跳好有力咁樣啊，跑多個都仲有力啊！時間呢就唔係話太理想嘅，但係唔緊要係，報啲 PB 啊，season best 都可能真係有啲水分。佢都係臨尾60-70米先俾人過。即係我覺得不可能咯，5分2秒7喎 PB，即係 season best 快成3秒， 4分32啊，好似啱啊，4分30幾。誇張少少冠軍啊！就係斯里蘭卡嘅選手仲慢過香港選手啦，係啊。佢即係報出個嚟原因呢，可能係就唔想俾人知道佢實力，掩藏啲實力啦。咁啊都成功咗，攞到一個亞軍啦。斯里蘭卡就冠軍4分31秒41，成功奪得冠軍都依家都會播斯里蘭卡嘅國歌。再一次恭喜嚟自斯里蘭卡、伊朗同埋南韓嘅選手，都會影翻一幅大合照啊！恭喜以上得獎嘅參賽者。亦都見到我哋今次亞青嘅呢一隻嘅吉祥物啦，小條仔都係非常之有活力嘅一隻吉祥物啊！